自动创到社会，感情总是行同齐。怎样爱才会讲白？怎样分才会详细？你对阮的心，阮对你的情，予世界充满美丽。感谢恁送我的花，感谢恁所讲的话。无论情我深爱我深，总是相爱一个。莫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。莫问遐尼多，爱你无代价。咱行过这段路，亲像试破月。孤单放风吹，悲伤放雨飞。无论心外酸，风外酸，感谢有恁两个。莫想遐尼多，无你怎样过？莫问遐尼多，予你的一切。不愿收回，甘愿受罪。若讲痴情，阮是世间的最后一个。不会用的嘛袂使，行啊！你放手人坏啦！你叫我放手，会使哩啊！来，先จิ้一个，好。哎呦，啊你两个是咧创啊啦？妈，你想要讲我回来啦？无啦，无啦，迄是拄啊，因为吼，因为，哦，我明白啊啦。我甲你讲啦，伊毋是要对我回来啦，伊根本就是想这个办法吼，要叫你赶我走的啦。叫我赶你走？我甲你讲过啊，伊足讨厌我啊，伊想要逼我走啊。伊实在有够凶的呢，伊拢无想到讲吼，我去予迄个无良心的查甫朋友放杀，迄是好佳哉哦，好佳哉暗暝足好心的，想让我当要遮大几工啊。啊，毋过伊吼，伊就无法度用我啦，伊就想这招吼，要叫阿姆你赶我走啦，我不爱啦，阿姆我不爱啦。啊对啦，好这死囡仔，啊心肝愈来愈弄动呢。啊人外头啊，伊也无去惹你，啊你要赶伊走，啊毋着叫伊去死。毋是啦，母爱是因。嘿，啊你搁要解释什么嘿？赶紧甲外头回一个死的。哎呦，啊你搁伫等什么嘿啦？好啦，外头小姐，我甲你回一下实的啦，吼。嘿，安尼啦，安尼会使有笑容啊啦吼，我甲你讲，你后盖吼，若搁无缘无故去惹这骨头啊，要叫伊走，我都袂原谅你。骨头啊，咱出来。我今日有够忝的，困。
无落起来，你吃什么啊？你啊，莫搁定定叫我起来啦！啊，我着你爱困，你叫我起来困啦。无啦，我是讲你咧困觉哦。啊当然的啊，阿婆啊，你是阮某啊，啊我在我的房间，我毋困觉要困倒位啊？来，困，来，哎，来，啊，睡觉，困，倒来，啊！小弟有伫外口，困，好来，咱来困哦。小弟哦，看到我要去厨房困的时阵，伊问我讲，是毋是妈妈无爱，无你奈跑去房间困，所以我不法度，我毋则走来房间困。较委屈的所在，对不起的所在，多多原谅啦吼。困。啊，就咱来困咯，睡觉。咱来困哈。哎，什么啊？我先关电火先。啊，对。哎，来，回家了。哎呀，好佳哉！小丁哦，已经去困了。哦，差一点哦，骨骹就烧出来。哎呦，无啊，你紧休困吼。啊，你咧？我来去楼骹困厨房的吼。伊是一个正人君子，啊若无哦，就算讲伊无甲我用强的，我家己嘛忍袂着，会做出对不起阿弟的代志。对，这几工我一定要想一个办法，紧来离开这。今年才18岁，想的梦的哪会有两个？咱自当创到社会，感情总是行同齐。妈，啉茶啊！相识，你对阮的心，阮对你的情，予世界充满美丽。感谢恁送我的花，感谢恁所讲的话，无论情我深爱，我情总是伤害一个。莫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。莫问遐尼多，爱你无代价。咱行过这段路，亲像刺破月。喂，哎，阿弟啊，什么代志啊？阿妹哦，明仔载吼，鼓励伊要举行开工典礼啦，我希望你会使转来啦。啊，佮有啦，拄有甲家港因爸的代志吼，足严重的啦，所以吼。对啊，免的啦，我才拄来尔，免请假啦。开工典礼吼，我歪去啊啦。妈妈甲董事长的代志，互你去处理就好啊啦，吼。即马典礼已经完成啊，我会请你来我厝食便饭。好，多谢。若是无去验，我先要甲伊做一个变卖人。变卖人，你两个嘛爱好结婚啊？结婚？啊，是啦，结婚啦，结婚啦。以后再讲啦，唔免急啦，唔免急啦。对啦，但我吼介也无安怎，而且不食这么济岁，结婚吼会晓笑死的啦。
母啊，你胃无好啦，胃无好，有啥物事啦？阿弟啊，来等。去送阮母啊，转去啊。送伊，我是要找水伙爱老爸啦。恁母啊，真是咧吐呢，真是有心哦。你甲查我嘛，到底是甲对谁查甫人有诶？你说，啊，恁母啊，甲这招生到底是安怎？无啦，无啥啦。兄弟啊，我诚实咧。阿弟啊，等一下啦，我有一件奇怪代志哦，想要甲你讲咧。啊，什么代志紧讲啦？我昨有代志去台北吼，就想讲先煞去看阿妹啊。我就去问迄农会区总干事，看阿妹到底喺倒位啊。要毋过伊毋知啥物吼，提提吐吐拢唔肯讲咧。后来吼，我就家己走去宿舍，我找无阿妹啊。我咧想讲吼，阿妹只要去台北参加讲习哦，绝对有问题的啦。但不过我足放心的呢。翠花啊，你嘛莫操心啦，吼。母啊，母啊，等我一下啦。我真唔相信无问题，我一定要细化了，甲查出来。母啊，母啊，啊你是搁甲阮等咧激气哦？激气？我哪有迄闲啊讲甲激气咧？母啊，盐酸甜啦。等你什么表情啊？哦，你想要佮讲恁母有心？无啦无啦，啊遮尔济岁啊，佮有心，要气死人哦！得死咩？得死咩？母啊，你哦，你是去那冰白安尼尔啦？得死咩？得死咩？啊对，啊佮讲起来吼，阮当来讲啊，伊袂声啦。得死咩？得死咩？母啊，啊毋过若真正你若有心吼，迄代志就大条安尼。得死咩？得死咩？哪会代志大条？叫阮当来毋承认啊？啥嘿？唔承认？伊敢唔承认哦？毋是，无一定哦。哎呀，毋过哎，无要紧啦。母啊，你也毋是真正有心啊啦，你是去到冰棒尔啦，承唔承认哪有要紧啦？什么承认唔承认无要紧，啊若万一咧？袂啦，这哪会万一啦？那袂生就袂生啊！母啊，你哦，毋免去病院检查啦。都是咩？这死卖卖啊，唔知甲阿杰讲什么？对，我着头来做一个检查，若无好，那应该真是有心。搁这种表情，啊你是什么意思啊？无啊，无什么意思啊。母啊，我是咧气阮党的吼，无了解母啊你的心意啦。母啊，过2天吼，我要去台北，我带伊来佚佗，好无？顺便吼，咱来去看阿妹，好无？好，我入来换衫，我等要工地啦。好好好。母啊，水蜜桃咧？你有买水蜜桃是？毋是啦，无啦，我是叫月桃啊吼，买水蜜桃啦。月桃啊咧？伫房间有看啦。好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，莫问遐尼多，爱你。月桃啊！
困难？困难？你想要替我解决困难吼？多谢你的好意啦，我无啥物困难啦。我都甲你讲过啊，我会哭是因为我拄到不如意的代志。大概离开遮就好啊。我讲过啊，你袂使走啦。啊，你已经答应阿妹仔讲要住落来，啊，即摆阿妹仔无伫，你即个时阵走，阿妹仔会怪我啦。安尼，我毋知继续住落来咯。啊，上起码你也甲阿妹仔亲嘴讲一下啊。无安尼啦，过2天啊吼，我要去台北，咱斗阵来去找阿妹仔，你亲嘴甲讲，好无？阿妹仔爱我假做爱着你，我就袂相信你袂对我动心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郁。爱你无后悔，莫问遐尼多。爱你。妈妈，我好渴啊！乖，来，再吃。妈，我有甲老师讲哦，讲我妈妈已经转来啊，老师足欢喜的，讲过几天啊，要来看妈妈。妈妈，你要好好小朋友，对不对？像我是无妈妈的囡仔。小丁是有妈妈的囡仔。妈妈，你敢袂离开我甲爸爸？袂。妈妈，我足爱你的呢。妈妈，我要去写功课。细玲，你先哪啦？细玲啊，是发生啥物代志？阿妹，拄则我伫咧门口看到你甲小丁2个人揽做伙，对伊遐尼啊好，我就想着讲哦，敢若亲像小丁恁亲生的妈妈对伊遐尼啊好共款，所以恁2个揽做伙的时阵，互我感觉心内非常的满足，非常的欢喜。所以我，细玲啊，别哭啦，来再吃。反正我都无想要哭啊，我就唔知安怎款。好啦，别哭啦，吼。莫哭就莫哭啊！你哦，莫甲我亲像囡仔共款啦。我吼有一件代志想要甲你讲。阿妹，唔要紧啊，你有啥物代志哦？你出去讲。也毋过，你莫甲我讲你要离开遮，安尼就好啊。我就是想要甲你讲，我想要搬去宿舍住啦。爱你爱甲阮的心加几球，等你等甲毋家己太阳球，别人敢有可能亲像我温柔可爱的模样，像我情深意重牵你的手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郁愁。雄雄干杯，从此不再想。苦苦饮落一杯酒，不愿搁再对你叫风流，从今放阮的爱真自由。苦苦的一杯酒。